嗱，家陣全國各級法院咧都喺度加強緊作風建設。喺今日我哋收到湛江一名公務員嘅報料，話佢舊年咧有一日去法院辦事，發覺一位姓黃嘅庭長上班時間喺電腦度玩遊戲噃，有冇呢回事呢？羅頻陽去湛江睇過。報料人向我哋提供咗4張手機圖片，據稱全部係喺湛江市霞山區法院一位黃姓庭長嘅辦公室所拍。照片中嘅呢名工作人員正在聚精會神咁睇材料，但係桌面上嘅電腦就出賣咗佢。仔細一睇，竟然係遊戲連連看。嗰日法院叫我上去交嗰啲證據材料嘅，然後我上到去，見到嗰個法官喺度開緊電腦聊緊遊戲，後來有個電話打過嚟，然後佢就接電話，個遊戲畫面仲停留喺嗰度。係一款嗰個單機版嘅連連看遊戲。可能係自己嘅辦公室，呢一名庭長顯得好隨意，腳上面着住拖鞋，台面上仲擺住個鞋抽。仔細啲睇，佢嘅辦公室好闊綽，放低2張大沙發。報料人話呢啲照片都係舊年5月份拍攝㗎，時間為晏晝嘅3點35分至37分，絕對喺上班時間。你上班時間喺度聊遊戲，而且有人過嚟辦事嗰陣時，你都唔收斂啦，而且又着緊拖鞋嘛，咁影響梗係唔好啦。為咗進一步核實照片內容，記者嚟到湛江市霞山區法院。法院相關負責人睇完照片之後，並冇明確表態，就話需要時間去核查。如果查實係黃某上班玩遊戲，一定會嚴肅處理。隨後，記者提出參觀黃某嘅辦公室，對方就以佢出差在外為由婉拒咗。我而家湛江市霞山區人民法院嘅門口，咁值得一提嘅就喺晏晝嘅4點鐘左右，我上到法院嘅7樓辦公室嗰陣呢，咁啱俾我見到一位工作人員喺度用電腦睇緊電影，咁見到我入去嘅時候呢，先嗱嗱聲暫停電影同我握手。呢個情況呢，我亦都一齊反映咗俾法院嘅相關領導知。情況咧，我哋就反映晒俾領導知啦，希望法院咧可以秉公辦理。因為如果連咁少嘅一件上班違規玩遊戲你都查唔清楚或者處理唔徹底嘅話，咁老百姓當佢滿懷冤屈嗰陣去你嗰度打官司，你話老百姓夠唔夠膽有指望啊啦？係啦，法院真係冇晒威信嚇。而家法院話要加強作風建設，希望唔係得個講啦。